大家好，我係 Patrick， 歡迎收聽講生講育系列節目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香港打工仔嘅生育戰場。大家知唔知？雖然香港嘅法定產假已經延長到14週，但係比起國際標準，我哋仲係有段距離呢。我哋早前訪問咗一位資深人力資源顧問阿 Wing， 佢提到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23年嘅報告，全球大部分經濟體嘅法定產假都唔少過14週，而香港就喺2020年12月先至將產假由10週加到14週。聽落好似有進步，但係同組織建議嘅至少18週比，我哋仲係未達標。阿 Wing 仲話，香港產假總算向國際標準邁進一小步，但係侍產假就得5日，同其他先進經濟體比，可以話係相當落後。最令人頭痛嘅係香港並冇法定嘅育兒假期，好多父母都要用自己嘅年假去處理育兒事務。做採購嘅Joanne有過咁嘅經歷。佢話個女間幼稚園突然停課，佢要臨時同老細請假，感覺好似乞頭特別待遇咁。都聽過有朋友因為成日請假照顧小朋友，搞到年尾 appraisal 俾主管暗示請假太多，最後連升職機會都冇埋。各位聽眾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又有冇遇過呢啲經歷呢？面對香港生育率下跌嘅挑戰，政府喺2024年開始喺公務員體系推行3日育兒假。但3日育兒假對於雙薪家庭嚟講真係杯水車薪，根本唔夠用，而且絕大部分私營機構都冇跟隨。雖然有啲跨國大公司會自發性咁提供好過法定標準嘅產假福利，但係呢啲措施好多時都只限於管理層，基層員工好難受惠。就好似有間連鎖品牌話有16週產假，但只係適用於分店經理以上職級。又有啲公司要員工做夠3年先有育兒假，仲有種假彈性嘅問題。有啲公司話允許員工縮短工時，但就按比例減薪。又有啲就將有小朋友嘅員工調離核心項目，美其名係減輕壓力，實質係變相懲罰。隨住雙薪家庭成為社會主流，嗰啲過時嘅職場規範似乎真係好需要改變。講到尾，其實家庭友善政策唔單純係福利，更加係提升勞動力質素嘅必要投資。好啦，今日講生講育就講到呢度，大家對於香港嘅產假同育兒假又有乜嘢睇法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，下次再見。